军中的纪律传出问题，即马总统赖清德呢是来宣布要恢复军事审判，外界就真烦恼，这人权可能就会受到阻碍。针对这个问题，总统表示讲，这当咧做兵的军人涉犯军事犯罪，才会用军事来审判，一般人是未受影响的。也若受到这个军事冤枉的家属，是希望讲会当定设军冤委员会，唔通互军事审判变作是救援兼裁判。请赖总统重视军冤，请赖总统重视军冤。军冤的家属二早做伙出面，发声总统赖清德、国防部长郭立雄先设立军冤委员会。赖总统进前宣布要恢复军事审判，引发外界烦恼，安怎保障军人的权益？加上国军当年就有霸凌甲自杀的问题，根据统计，最近5年国军自杀案件就有158件才济，已经有97个人死亡。台湾陪审团协会指出，这个案件共同点拢是死因不明。军冤家属是投讲，过去军中的调查是救援兼裁判，地书真相沉入大海。我先生说，这13刀怎么会是自杀？叫他们解剖过后，他说。这是注意的，那个什么，这哪有合理？明明我的孩子已经是被这个国家的政府机关的体系、官僚体系杀死，为了这一个国家。我还是要放下深仇大恨，解决国家的问题。马政府时期因为洪仲 Q 这案，2013年设立军冤委员会，敢若做1年以上涉案的宣告终止。对此，台湾陪审团协会草拟军中人权保障甲军冤救济条例，要重启军冤委员会。我们没有要取代检察官的调查权，但是我们要补充检察调查的不够的部分。协会表示，重启军冤委员会甲过去无同，必须爱是独立的机关，有公正透明的审查机制，并且列入军冤的家属、学者专家、扩大受理军人、替代役等申诉，有救济管道得到调查的支持。如果赖清德总统真的有有这个意愿要推动军审法，请你先把累积可能已经到这么高的这些军冤案先处理完毕，并且公诸于世，让国家安全更加的重视。那一方面，对于相关的一些疫情包括冤狱的等等，也可以更确保他们的人权。我想这两者并行不悖。针对恢复军审，恐惊真歹兼顾人权。赖总统19强调讲，毋是戒严。现役军人涉嫌犯军事犯罪才使用军审，一般的民众未受影响。郭立雄是坦白讲，改革是大工程，会确保军事法定的独立性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